在吼来，我的目睭要加强来控制因路花主，我的房间是对到我到休息，我是常常对到一起创造因为所出上，我来神在。花主，我的树立平安，不顺利，不安嘛。哎，对吧？我祝你在广场叫做马上，祝你在都是一切对事，一无所处，我力。来，咱来用四十手吼，来30开始，来甲咱。上帝听从赢过一切，吼，虽然遐写成啊，吼，但是咱的诗歌里面是写赢，吼，赢过一切。好，来，咱请书记甲咱讲下。
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是用一点仔久的时间来平常心，安静咱的心。即时咱嘛用咱的手机来设定做无声，多谢。这是咱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行今仔日的主日礼拜，请走吧。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咱这是三甲做伙来吟诗，圣诗42首。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夜团来五山，咱请起立来念全首。
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万家出世，为阮有耶稣原来的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作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做伙来交托启示文，今仔所要交托的启示文28篇。请由咱三甲做伙来交托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伊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清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色。就若伫遐，你的手也咧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就黑暗也袂会遮看我，互恁无看见黑暗。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贵。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咱即时三甲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自己阮兄弟姊妹，伫成个主日来到圣殿，同心和乐敬拜你，因为你是堪得一切荣耀尊贵的上帝，你的慈爱满过这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的话，你的命令，一个出就有，就徛在。阮通受你拣选诚多你的囝儿女，这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嘛是上大的祝福。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知，阮坐地，阮徛地，你拢知，嘛知阮一切的心思意念。有时阮有意无意。来得罪主理，恳求主理认领阮，搁再一摆用主理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来赦免阮，来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会当伫主理的实果内底得到成圣，通甲主同过搁活更新的主的好的款式。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智慧、聪明、慧力的源头，阮即时嘛要将阮南口教会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里，互阮所有一切福音的事工，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伫圣神充满启示当中，建立丰盛健康的教会，
活出宣扬福音、带万民来做主理的门徒的使命甲意向。亲爱的弟兄弟，伊是全能的上帝，伫人袂会，但是伫主理万事拢会。我要为着阮兄弟姊妹肉体、心神有病痛、有野心、有软颈、有恶当当的事来祈祷，求主赏赐帮赞甲医治，互因会当重新得到恢复甲安慰，会当亲像鹰鸟飞失飞悬，永永袂野生。对创世以来，主理一直疼阮，而且阁是疼到底。阮虽然有信，但是阮的信检测无够格，恳求主理来引领阮，来帮助阮，来加添，互阮有更较多的信心，通好继续伫主理所陪伴这条正常的道路当中，会当互阮伫家庭、工作、教会，拢会当日日来见证主理救赎的恩典。只是由你来安静敲开阮的心，嘛要通过你所祝福道牧师的信息的分享，通互阮搁再一摆重新得到启示，得到帮助，搁伫圣神的引带当中，互阮的心神变化换新，诚侪合主使用的器具来荣耀天地上帝。阮只是阮所祈祷无交存，求主理用主理所教示的祈祷文，阮三甲做伙来祈祷。阮伫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字，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你的心意天理，阮的心敢若是互阮下了阮风，亲像阮小下了互阮的人，有你互阮的一切，有你阮的会看，愿国光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就是咱三甲做伙来看今仔日牧师所要引用的圣经的经节，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今仔日的圣经的经节有较侪请咱耐心来听。我来读第3节，对第3章的第7节开始吼。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着独工的来后着，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但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迄个地，到为水为阔的地，到流年。甲密的地就是迦南、迄阿摩利、以色、以利、亚布斯遐个族的所在。当以色列人后着的声到互我听见，我也看见埃及人付出因的艰苦。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上帝讲：“我是啥物人，通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伊讲：“我实在要甲你离别，
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恁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摩西对上帝讲：看，我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恁遮，因若问我讲，伊叫啥物名？我要甲因讲啥物名？上帝对摩西讲：我是自然而然的。佮讲，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自然的找我到恁遮。上帝佮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找我到恁遮的，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我永远的名，这是我的纪念到万代。第4章第1节，摩西应讲：看，因要唔信我，也唔听我的话，因为因要讲，耶和华袂捌对你出现。耶和华对伊讲：伫恁手里是啥物？伊讲是拐仔，讲迄伫地里，伊一迄伫地里就变做蛇。摩西就走闪伊。耶和华对摩西讲：伸你的手抓伊的尾，就伸手抓伊，伫手中悠然变做拐仔。安尼通互因信耶和华，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有对你出现。耶和华佮对伊讲：下你的手伫你的胸前，就下手伫胸前，抽出来的时，看手已经开刀白，亲像雪。佮讲，佮下你的手伫你的胸前，伊就下伫伊的胸前，抽出来的时，看已经照完，甲同身躯的肉无过样。佮讲，这事因无要信你，也无要听头一个信者，就要信第2个信者。迄2个信者因若拢毋是，也毋听你的话，你着对河里像水，扬水倒伫大地。你对河里所扬的水，要伫大地变做血。摩西对耶和华讲：主啊，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下了后，也是安尼。我的喙钝的，我是喙齿钝的人。耶和华对伊讲：创造人的喙是智嘴啊，互人下狗、臭耳人、目睭紧、青耳的是智嘴啊。敢毋是我耶和华吗？当你去啊！我要赏赐你口才，教是你所应该讲的。伊讲：主啊，你下伊找智嘴，就找伊去。摩西，耶和华对摩西发出授气，讲：敢毋是有你的兄利未人阿伦吗？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佮伊敢出来迎接你，伊一个看见你，心内就欢喜。你着对伊讲，用所应该讲的话
还互伊，我会要想事你甲伊有有口才，搁要教示恁所应该行的事。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伊要对你准做嘴，你要对伊准做上帝。你的手着抓这支拐仔，用伊来行神业。以上愿上帝的话，请做咱的祷告。这是咱圣法会这边恩典上帝、平等上帝来互咱来学了敬拜上帝。
这是咱要请道牧师来讲道，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叫什么人去？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现代的社会有一寡奇怪的现象，其中的一项就是现代的青年人较无要结婚，特别是女性，结婚了后可能爱付出代价。所以有专家提出5项主要的原因，原因包括人无要离开家己原本的家庭，人嘛无要家去付出照顾对方的是大人，可能爱付出金钱，也是时间。本来一个人生活无啥烦恼，结婚了后，即马爱承担责任。担责任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所以特别爱担责任的时，人就会感觉不安，也是惊惊。责任毋是干那一项行为上的任务尔，佫较是一种心理上的担当。担责任代表爱负责，这种的情形，互人可能自我怀疑讲，我敢会当去完成。我惊有这种的困难，若是我去，愈害去要安怎？也是烦恼讲做无好势的时，就没有面子，也是讲互别人批评。担责任互人感觉会失去自由，意思是本来拢无我的代志的。即马拢变做我的代志，内心可能会抵抗，讲我无要为着即个责任受绑起来。所以心理学家有形容一个人的人格有无共款的面向。有时人内底的人格，它会有一种成熟的面向。这种成熟的面向内底有这种渴望，就是我爱负责任。另外，人内底同时间嘛有一个内底的细汉囡仔，这个内底的细汉囡仔常常惊吓，常常惊讲，想袂也是受人让人否定。所以，担责任是人生的过程中间不断爱学习的功课。求上帝帮助咱，伫各种扮演各种的角色的中间，会当活出信仰的规划。什么叫做侍奉？服侍照文字顶面的意思是中文说侍候，还有服侍。所以服侍主、侍奉主的意思是亲像一个萝卜，徛伫侍候服侍主人共款。伫教会内底服侍，就是用萝卜的态度去服侍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是咱的主，是咱服侍的对象。服侍上帝上基本的态度就是。既然已经得着救的基督徒，伊用渴慕的心，听候主的提醒，听候互上帝去使用，去做
上帝要透过咱去完成的任务。服侍是形容一个信主的人，伊运用伫上帝遐所领受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来服侍别人，见证福音的大贵人。侍奉服侍是上帝对每一位已经得到救的基督徒的心，总是毋是所有的人都方便，嘛毋是所有的人都有感动去服侍，嘛毋是所有的人都有担责任的勇气。所以有一个真有趣味的故事，就是形容这个姊妹伫细细念讲。为什么爱侍奉啊？要替教会做代志足忝的，做好无人学了，做无好互人嫌。当初信耶稣的时，人甲我讲，人是靠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嘛无人甲我讲，信主了后需要侍奉。当初那我是知影，哎。我莫去信耶稣就好了。当然，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不过大家会当放心。讲实在，无要参与侍奉，是袂会失去上帝子儿的身份的。参与侍奉甲得到救无直接的关系。信耶稣。圣经有讲，信耶稣就得到永远话，绝对无别项的要求。既然信耶稣的人，就一定会得到救。不过，上帝真正毋望透过咱的服侍，带咱进入更较深的关系。上帝想要将最信仰中间的丰富。透过人去服侍，展现互咱看。人若无爱，无要紧，嘛袂会影响咱得到救的事实。不过伫另外一方面，亲像头我所讲的同款，有一项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对担责任常常感觉惊惊。真侪人无想要参与更较深的原因，除了生活真正无闲以外，无可能是感觉担责任是一种担当，所以人总是去爱去选迄种加减帮忙的角色去做，加减帮忙代表真自由。随时参与，随时离开，因为这份责任代表爱负责任，不管好好还是歹好，一切拢会爱承担。这嘛是咱会当理解的心理，甚至会当体谅的想法，因为一般正常人。无可能去主动去答应迄种家己嘛无把握的代志，因为迄项事务我根本就袂晓啊，我无啊，我本身嘛欠亏啊，我哪会可能去承担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哪会可能去教最好？我是一个拄啊信主1年尔的兄弟，哪会可能去做小组长？我是一个做初工的人，哪会可能带大家去敬拜？我袂晓电脑，哪会可能加入电脑的导演？我袂晓操作。哪会可能去做音控？以上所讲的，
是侪人毋敢参与服在的原因，其实嘛足正常，因为连摩西嘛捌用类似的理由去拒绝上帝的呼召。当上帝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摩西的第一个反应是啥物？这无可能啊，唔免讲。然后伊佫讲：我是啥人？哪敢去见法老埃及王啊？我哪会有这款的本事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做这个简单的平凡人就好了。摩西推脱的理由是讲：我是啥人？上帝一定拣唔着人啊！我唔是咬讲话的人，我过洋过40年，你即摆派我去见法老，拜托诶！我已经80岁啦，这个年纪无啥路用。我看上帝，你选别人较好，你找一个较少年的，互我好啊食老过日子，拜托拜托。大家应该会记，摩西本来伫埃及的王宫大汉，过真好业的生活。不过，伊杀死人了后，就连伊离开埃及，走去米甸的所在，伫故园，伫遐带某生囝。伫米甸的所在，虽然无算讲真精彩，不过摩西却会当讲是一般安居乐业的生活。迄当阵，伊的生活亲像咱大部分的人所追求的、所羡慕的生活同款，平静、稳定、无烦恼，一切拢顺遂。教育，伊若接受上帝的呼召，本来稳定的生活会可能乱去。所以，摩西提示的理由是真合理的。过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有够困难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印度怎么讲？下道。领导真艰难啊！亲爱的弟兄们，毋过上帝的回答毋是讲啊好啊，无要紧，我找别人看卖。上帝无因为安尼就放伊走，放伊散。上帝反转甲摩西讲：你去，我会甲你同在。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改变摩西的看法。摩西本来看的是家己的条件、家己的现况、家己的困难、家己的资源，我无法度啦。不过上帝改变摩西的眼光，开伊的目睭。互咱看到上帝同在的证据。问题本身毋是问题，问题是到底这项代志是出于上帝呼召是无？所以咱大家真正应该问的问题就是，毋是爱问讲我是啥人，我会吗？你是啥人？你是之罪，是无遐尼要紧。重要的是，上帝是之罪。这个要服侍上帝人上重要的标准，毋是家己本身的才调、家己的经验，乃是得到上帝甲伊同在的把握。所以摩西，上帝互摩西一项凭据，上帝甲
摩西讲，我会甲你同在，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你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也伫这个，咱想看觅，即句话感觉怪怪，因为证据通常是看会到的，看会到的物件，比如讲身份证、收据、文件、证书、暗号、密码，拢会是看会到的物件。也毋过，上帝和摩西的吩咐是一个还未发生的代志。你去，带我的百姓出来了后，恁就来这个山来敬拜上帝。这件代志还未发生。原来上帝计划是要让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了后，伫先来山的所在甲伊入用。这个计划是上帝所定的，所以一定会实现。也伫这个上帝要安怎计划，代志就照伊的决定来完成。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本身就是上重要的凭据。咱会记，保罗先生坐船去罗马的时，拄着大风涌。圣经记载伫船顶面的人，大家拢感觉真惊行，暴风继续在吹，大家拢将物件ฮ็落海。风第三天的时，愈来愈害，船顶面的人，大家拢想要放弃。圣经记载一句话讲，连得救的愿望拢无啊！这时，圣经记载保罗踮伫人的中间，中远讲：但我肯恁安心，因为恁中间无一人失落性命，独失落船命命。因为我相信代志一定会照上帝甲我讲安尼实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答应甲摩西同在，就一定用伊的大气力甲摩西扶持，来完成上帝的计划。关键就是只有摩西顺服上帝的意思去行，上帝的同在才会当变做真实的经验。亲爱的弟兄，上帝已经将伊对永远到永远的计划透过圣经甲咱讲到真清楚，而且吩咐大家以及教会爱去遵守。只有咱每一位基督徒顺服上帝，教会照上帝命令去行，伊一定甲咱同在。上重要的是，咱的眼光爱改变，教会的价值观爱调整，毋是由原看我是啥人，爱看上帝是之最。咱毋通干来用经验去判断上帝国的意义，咱爱大声确认上帝的心意甲命令是甚物。因为咱若去做上帝计划中要使用咱去完成的代志，上帝就已经甲咱同在。上帝是军队中的军长，互咱交战的方法，加起咱征战的气力，搁互咱较赢的把握。有一句话讲到真好，就是上帝调咱，毋是替伊去工作，乃是看伊怎样透过咱去做伊的工作。我讲一摆，上帝呼召咱，毋是叫咱去
特意去工作，乃是号召咱看见，再又透过咱去完成伊的工作。台湾的刘霞对显然台戏就有严重的关节炎，运动无方便。澳洲的 Nick 写落来，已经连四肢拢无，阁有侪侪有年纪的、身体欠安的、无才调的。因为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以互上帝所赐。今日七面，亲像顶礼拜用师傅讲的，已经80岁的人会当做啥物？唔通受早就照家己定型，爱继续面对上帝，互咱。得到上帝呼召了后，继续去看上帝的怎样去做。来都来了，有人笑，我不是讲红姐。上帝的呼召是呼召一个80岁的牧羊人。上帝呼召一个80岁的牧羊人，互伊领受一项真特别的使命。摩西伫前40年的时间，拢伫王宫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后来的40年，伊伫迄众人听伊讲羊，学习照顾羊群，学习做丈夫、做老爸。伫米甸第40年的生活中间，咱相信摩西直直成长，伊愈来愈完全。伫这个时刻。无上帝的呼召临到摩西，阁互伊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成做伊一生的呼召，就是去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进入老恁甲密的迦南地。这个任务真困难。无遐尔啊简单，总是上帝甲伊同在。随望法老无同意，上帝讲唔免烦恼。上帝就用各样的神明来帮助摩西，用10个灾难，互法老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证明，只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上帝就甲伊的路途做伙来行，一切拢得照计划进行。上帝呼召摩西的目的，毋是互伊有机会安尼服侍尔，就是互伊有机会。进入对上帝更较深的情爱，因为这个任务真困难，摩西就问上帝一个问题，讲：上帝，请问你叫什么名？上帝回答讲：我是自然之前的。新的台语翻做我是自有应有的。中文是自由拥有，英文是 I am who I am。意思是讲，我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们，
同款的，对一切信仰有认真的人来讲，这嘛是咱一定自然会发出的疑问：上帝到底你是几滴？这个自我介绍嘛，真做咱实在上帝基础。上帝是自然之前的，来都来了。2002年就是23年以前，我有一摆机会去参加25天中央山脉的大纵走。出发以前受了很多的训练，当时我背着30多公斤的行李，走了2天的路程，走到大概3000海拔高的山，然后继续要往前。然后在定点休息的时候，大部分人大概20几个人都在休息，突然有人建议说：“来都来了。”他就提出一个插播的行程，就是利用休息的时间去嘉明湖去看一下。嘉明湖不是我们登山的行程里面的其中一站，本来不会经过的。20几人在那个地方休息喝水，因为背的行李实在不够大。嘉明湖是在海拔3310公尺。那当中就是有一个原住民的向导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们要去嘉明湖。”我就问他要走多久，他说很近啊。我说多近？多远？他说啊很近啊，走2步就到了。然后他走2步走出来，他指给我看，这是哪里啊？这样隔了2个山呢。我那时候软弱无力，没办法再走。但是其中有5个人就跟着这个对地理环境非常熟悉的原住民向导，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虽然很累，但是他知道这个向导一定可以带领他去一个闻名不如见面的嘉明湖。最后，这5个人就登上这个嘉明湖，可惜我没有去。来都来了，差半小时的行程，我只能在我的范围享受我的世界。但这5个人再往前一步，就可以看到很水的嘉明湖。这敢不是基督徒属乎的写照吗？我们拢知影上帝是万关平的上帝，拢是咱有甲伊愿意甲伊同工。有一个人想要选择留在人很多的地方休息，有些人选择往前，或许半途而废。有的人拄着问题就放弃，只有少数的人紧紧抓着上帝来往前行。其中不放弃的人，才有办法看见这个嘉明湖。20几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其中一个遗憾，就只差一点点，差不多8点钟的时间，搁加忝1点啊，我就会当亲身经历到嘉明湖的树。亚弟姐，来都来了，我们能不能够往前一步，看上帝有什么样的带领？顶礼拜讲到第8是
受呼召的温度。所以咱大家拢伫第一个阶段，就是本来是做人，即马受呼召来归正，来面对耶稣。不过只不过是第一步尔，可能会当继续往前行，留伫迄个安全舒适的所在，嘛会当得到。不过，上帝望咱继续往前踏一步，会当搁较深经验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如果往前一步，就可以更多的经验神奇妙的带领。来都来了，教会除了教会日常的事情以外，很多的服侍的同工在各个单位很多的付出以外，我们也看到周报有看教会需要参与 PPT 影音的同工。昨天我们开会也发现，我们要招募那些制作宣导影片的同工，我们需要有摄影的同工，我们需要有美编的同工。亲爱的弟兄们，往前行一步，领受上帝的呼召。若是上帝对你有感动，你对某一项的事奉有负担、有热情、有呼召，唔免惊家己无这个才调、无这个才能、无时间。若是出自上帝的呼召，亲像摩西同款，一定会得到上帝甲伊同在的恩典。请诸位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搁一摆对摩西的故事领受快乐甲安慰。就阮只不过是一个得到恩典的罪人尔。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拣选阮诚侪你的囝子。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互阮的罪洗清去。求你来继续帮助每一位得到救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会当有勇气继续往前行，进入搁较深的所在。阮伫服侍的中间来得到上帝快乐甲扶持，袂当真正经验到上帝是主人之前的上帝。感谢你继续引带每一位兄弟姊妹。对祈祷中间，对服侍中间，对敬虔生活中间，得到你的帮助。安尼祈祷，靠耶稣叫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一时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三甲做伙来吟诗，圣诗246首，圣诗246首，上帝听看，听过一切，咱听起立，敬关心。
这是咱感觉来奉献，咱请主的长官。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请献开收报。东港受访以及聚会各关节聚会人数以及奉献的金额，咱请家己来看。来看下面本会消息，今仔日礼拜后12点半要召开儿童主日学老师的会议，请相关的同工有热心来参与。第二，下主日是基督精兵协会募款，唯一牧师要前往前来分享缅甸宣教的事工，为着要保护的原因保护伊的个人的资料所以迄天的礼拜咱无做直播这点请咱兄弟来谅解请为着宣教的事工来奉献和代祷。第三，唐孙无好好把握伊事主的身份这是要讲着咱成人主日学华语的成人主日学，即摆咧查考唐孙对6月19、7月13，今仔7月20，搁后摆搁来后礼拜7月27，好把这个时间来查考这个唐孙一生做事主的事迹好，来第4点，礼拜典礼组要来征求同工做伙来服侍，请这方面有这方下面所要征求的同工有这方面的文书，搁有这方面的热情，
咱请做伙来学习。所要征求的当工有第投影片的制作甲播放的当工以及内边甲平面设计这方面的第三显过来。有摄影的当工有这三项的文书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这个所提出的当工来报名资深长老甲会员执事当伊来报名第五，本会附设协会定伫7月24到28日举办品格夏令营欢迎咱的厝内底有国小的学生会当踊跃来参与对后礼拜今仔日20号拜二我对后礼拜拜二甲后礼拜拜六好，第六，全教会规联会要伫8月17连续礼拜当中来举行，那么有邀请讲员也启上牧师来伫咱的教会来做规联会第七，咱兄弟如果有停车伫这个车道顶面的那么请伫礼拜后赶紧去刷车方便这个动线的流畅好，再来第八，主日1点要召开定期的幼稚园的董事会，请有关的同工来有心出席。那么伫会后，那么要随召开小会，这点请小会员来支持。第9点补充的报告，8月初3是咱这个父亲节的主日那么当天，那么咱邀请咱的师大人咱的爸爸请伊来到咱的当中互咱兄弟来欢迎嘛一同来甲咱三甲做伙来礼拜，来领受对上帝交代的恩典这是补充的部分好，来看关怀代祷部分，那么伫厝底做疗养的兄弟有卢景全、李玉元、林德修、曾仁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平这几位兄弟拢伫厝底疗养。再来有大院的有马来金、洪本展弟兄的妈妈好，第3点请有着教会整修继续来做甲奉献好，以上下面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如果有重大的所在，请咱的会计来跟进。以上有其他补充的报告无？好，咱一时来看今仔日的经句，伫咱的周报的后壁面出埃及记第4章11到12节，咱做伙来读。耶和华对你讲，众所的孩子是主呀，我们知道大王是今年的是主呀，将我的心属最高，上主主高天高望以上。咱即点来上灵见思514首，514首，到咱这来分享。
督的恩典，特别上帝听他们信心的感动，甲恁正听伫即位同在，对即时到永世界无尽。阿免。请坐。绿岛闭会，请伫后走了，才三甲做伙来行平安礼。
好，可以吃过来。没有孔的。谁要是来了？可以哦，一样。